倉鼠奇遇記：時空跑輪的秘密。第一章：跑輪的異變。戶原是一隻普通的倉鼠，住在一個溫馨的小籠子裏。它的生活很簡單，吃飯、睡覺、跑輪。跑輪是戶原最喜歡的活動，每當他踏上跑輪，仿佛整個世界都在腳下旋轉。然而，這一天，跑輪卻變得有些不一樣。當戶原像往常一樣開始奔跑時，跑輪突然發出了一道耀眼的光芒。戶原還沒反應過來，就感覺自己被一股強大的力量吸了進去。他的眼前一片模糊，耳邊傳來呼呼的風聲，仿佛穿越了無數的時間與空間。當光芒散去時，戶原發現自己站在一個陌生的地方，這裡沒有熟悉的籠子，也沒有主人的房間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片茂密的森林，空氣中彌漫着潮濕的泥土氣息。這是哪裡？戶原心裡充滿了疑惑。他低頭看了看自己的爪子，發現爪子上竟然多了一個小小的金色印記，形狀像是一個跑輪。